我们同心来祷告。慈悲的阿爸父神，我们感谢你在寒冷的天气中间，仍然保守我们平安，又保守我们能够有福气来敬拜你。我们为此献上满心的感恩。特别我们这个礼拜这个主日，乃是我们农历过年前的最后一个礼拜，也是一个年将要过去。我们为今年中间主你的保守，也献上我们满心的感恩，祈求神能够继续带领我们来的一年，都能够在主你的祝福，能够守在主你的心意之下，走我们前面的道路。求神你祝福，求神你带领，求神你赏赐我们每个人有谦卑敬虔的顺服的心，要来领受你的话语，赏赐我们的属灵的智慧，开我们的心眼，让我们能够明白。我们这样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大家平安。天气很冷，盼望大家都能够有健康的身体。主也是保守我们不管是冷的天气或是炎热的天气，这样的天气都是神所赏赐的。我们用存着感恩的心来过着我们每一天。那我们继续在看丰盛的生命的里面，我们在第一讲里面我们讲到说，我们期待我们的梦想，我们的梦想能够实现。我们梦想能够实现里面呢，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梦想不是自己的想法，而是应该跟神要结合在一起，是要去领受神的梦想，而不是我们自己的梦想。有人大概以为这个梦想是不是白日梦的梦？其实这是因为我们翻译的关系，或者是我们对梦想的定义。其实梦想就是说还没实现的事情，就叫做梦想。它能够实现的话呢，就变成是事实；不能实现，永远无法实现，那才是变成是白日梦。那其实神赏赐给我们的还没实现的事情，我们有这种看见的话呢，它必定会实现，因为是神所祝福的。所以我们觉得，我们所学习到说，我们对神的梦想呢，乃是要这样，要很清楚又正面，然后要用神的眼光来看，这样看自己，因为这样的话可以使我们这样愿意为神所使用，不会为我们过去的失败所击倒，而且永不放弃。接着我们要这样不断的相信，依靠神的恩惠。神的恩惠意思就是神会帮助我们。当我们有这样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可以大胆的去梦想，去期待我们的梦想会实现。因为这样，因为神已经祝福他了。我不知道你们在进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有什么梦想吗？有什么期待吗？有没有领受神在你身上应该你觉得会实现的事情吗？你才有办法过一个有一个丰盛的生命。所谓丰盛的生命意义到底是如何呢？是自己过得很精彩这样子而已，还是怎样？我相信这跟我们基督徒的人生观、价值观有关系。我们基督徒的价值观，基督我们活得有意义呢，乃是我能够荣耀神，能够对别人有益处。也就换句话讲说，你是这样，因为人从你身上里面看到神的见证，看到神的爱的，然后别人也会因为你而得福。就像亚伯拉罕，他当初要出他的老家的时候，神告诉他，你要去成为万国之父，万人要因你得福。我相信我们要过有一个丰盛的生命，就代表着别人会因我得福。只要能够因你得福呢，因为你能够荣神益人。我们盼望在新的一年开始，每个人都有这样子的期待。但是如何能够让这个期待能够完成呢？其实呢，就跟今天我们第二讲要所讲的，就是你应该有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。引言里面在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期待梦想要实现，当然最重要就是合神的心意。但是在我们这当中，我们知道合神心意之后，我们就什么事情都不用做吗？还是我们有什么样的责任呢？我们应该有什么努力呢？或是换句话来讲，在人的部分呢，是什么在决定了我们的未来呢？乃是我的外表呢？还是整个大环境呢？还是我的成就？还是我拥有什么呢？我相信这些都很重要。但是最重要的关键到底在什么地方？最重要的关键是什么呢？圣经中给我们教导是什么？今天的圣经节里面呢，我们诗里的人大概他看的是现在中文译本来讲，现在和合本里面呢不一样，和合本里面的前半段乃是这样的，我们一起来念来。
因为他心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是怎样。后面才接着讲说，他虽对你说请吃请喝，他的心却与你相悖。那原来和合本里面的前半段是这个样子，因为他心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是怎样。台语是这样讲，因为伊的心安尼想，伊做人也安尼。这句话我相信非常的清楚，在告诉我们，你一个人的能够表现出来是怎么样呢？乃是因为你心在想什么。你心在想什么，你就会做出是怎样出来。但是心，我们并没有办法很能够知道他心里面在想什么，但是我们知道那对他是影响最大的。只是我们常常不知道对方是在想什么，但我们自己是不是知道呢？其实知不知道呢？对我们来讲影响相当大的。所以我们来看呢，就自我形象呢，其实会决定了您的一生。一个人如何他看待自己呢，就会大大的影响的以后可能的成就。你不一定能够像你想象，你想要成为一个总统，你不一定会成为一个总统，但是一定会影响着你，因为你会努力朝着这一条路走。你想要成为一个很成功的一个科学家的话，你就会常常注意有关科学的知识，所以你就会比较可能去成为这样，所以会大大的影响你。你自己如何看待你自己呢？你是一个刚强的人，是一个很积极的人，是一个很正面的人，还是你是一个很负面的人？你是常常觉得你自己不如人，或是你很笨，然后没有人也喜欢你，然后你就常常很退缩，常常有害怕的心。你到底是哪一方面呢？就会影响着你。这同时也会决定说你是否会经历一个丰盛的生命。你里面的你呢，才是一个真正的你，那就是你所认识的你，也就是我们所讲的自我形象。但是呢，你外面别人所看到不一定是你。不过连自我形象呢，都有可能呢，不是你真正的你，因为只是你对你自己的评价、对自己的认识而已。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盲点，我们有一些潜在隐藏的这种影响，我们不知道，所以常常现代的人都要去找心理医师，心理医师慢慢的跟你诱导之后，甚至要催眠之后，才能将你的深藏在你的心里面，你不愿意让它出现的，因为它会伤害你的这东西，才能够呈现出来。但是你的所行所为，常常会受到这方面的影响的。所以你真正的自我的形象呢，是你对你自己的认识，对你自己的评价，它也不一定是完全能够成为是真正的你，但是这个东西会影响着你。那自我形象呢，它到底应该是怎样子？应该要变成是怎样才比较能够帮助我们呢？我相信在理论上每个人都非常清楚。这边列了5个呢，有关自我形象的这个指标。这5个指标大家看都太好了。对自己要有正确的认知，你本来就是要自己能够了解自己啊。要是自己不了解自己，怎么会有一个自我形象好的表现呢？你能够充分的肯定自我的价值，凡事呢都保持着这正面的看法，而且常常感到喜乐跟满足，有具体的人生标准目标在。我相信这是非常完美的一个。你对你自己要是有这样子，你有正确的认知，又肯定自己，同时就是看事情都是很正面来看，常常充满了喜乐满足，跟有具体的人生目标。其实我们的信仰也就是在帮助我们这样。理论上大家都知道，但是为何事与愿违呢？我们常常竟然没有办法达到这样，明明知道自我形象要有很良好的这种心态跟想法，我才能够走出一个非常成功的道路，但是为何我们常常不行呢？我们来看看，因为对自我形象里面的影响到底是什么？原来自我形象的形成呢，乃是一个过程，而非是一个事件。不是讲说，我是这样子，我要有正面的思考就正面的思考，没有办法。一个过程乃是代表说，他们需要经过一段时间，来去慢慢的形成。既然是经过一段时间慢慢形成，就表示说，在这个过程中间呢，就常常会有很多的影响，也会有时候会转变，180度的转变都可能。
这是乃是一个一个过程，一段时间而形成的。而在这段时间中呢，有很多东西会影响着你，很多人会影响你，其中影响最大的乃是他的父母。在形成的过程中，一般而言，最具影响力的人就是父母，也是最重要的启蒙的老师。日后呢，继续影响着他有没有呢？当然有，包括他的家里的其他的人，然后老师啦、同学啦、朋友啦、同事啦，这些都会影响。很多事情都影响着我们，对我们自我形象整个形成的这个因素。有一个少女呢，有一个女孩子呢，她没考上大学，然后父母就把她安排到一个他们的村庄里面的小学里面去教书，但是呢，她的口才不是很好，她对她的数学呢，她讲不清楚，她自己会，但是她讲不出来，是讲不很清楚这样，所以不到1个礼拜呢，她的学生呢就把她轰下台了，就不要她教了。那他就很伤心了，他母亲呢为他擦了眼泪，告诉他说：满肚子的东西呢，有人倒得出来，但是有人倒不出来，所以你不必要为这个事情的伤心，你大概还有更适合你的事情，你的工作让你去做。那他母亲呢又帮他介绍去打工，去跟别人一起去做工，去到采衣场里面去做。但是呢，也过了1个礼拜呢，就被老板把他轰回来了。原因是因为他裁的衣服呢，手脚太慢了，而且品质也不怎么样。那母亲呢，对女孩又说怎样？手脚总是有快有慢的，别人已经干了那么久了，那么多年了，但是你平常都在念书，你怎么快得了他们呢？你快不了他们，没有关系，你就回来吧。后来这中间过程中间呢，你又被带去了别的工厂、纺织厂，也在超级市场里面当管理员，也做过会计。但是没有一件事情是成功的，通通是半途而废，就离开了。但是每次回来的时候，他妈妈都安慰他，从来没有抱怨他。直到这个女孩子30岁的时候，她有一次碰到聋哑学院里面去的时候，学校里面去，她才看到说，聋哑学院他对这些人很有爱心，他就在那里面留下来了。然后留下来的时候就开始学它里面有手语，没想到很快他就学会手语了。原来他在手语方面呢，他有很好的天分在。他在方面呢，他就专心在这个聋哑学院里面呢当辅导员，然后同时呢，他就关心的有关这种残障的这些人员，他就后来就去设立了一个残障的学校，同时呢，他又开始去开办了一个为这个残障的人使用的这种用品，还甚至开了1间以后很成功，又开了好几间，就开了一些连锁店出来了。所以到没有几年之后呢，这位女孩子呢，她已经成为好几间残障用品连锁店的这个老板了。她有一天，她就去找她的妈妈的时候，她觉得她一直想要知道一个答案：为什么在他当初做什么事情通通失败的时候，他的母亲竟然没有抱怨他，而常常还给他的信心？到底是为什么？所以他就问他的母亲，他母亲很简单的告诉他，他说：1块地要是不适合种麦子的话，他就可以试着去种豆子。豆子要是长不好的话呢，那就去种菜瓜或是果类之类的，然后要是不行的时候呢，最后他不行的话呢，他就撒下了荞麦种子，任何地方它都会长出来。所以1块地总有1个种子能够适合，一个种子总能够找到1块地能够适合让它成长起来，你只不过是还没找到适合而已。原来他所显示的乃是他母亲对他的一个信念，对他的一个爱。他的这种观念就影响了他，就让他得到了成功。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常常会因为自己的想法会受到影响，但是另外影响他的人也会一样，同样的会影响着他。你们知道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天生的赢家才对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都是神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一个杰作。
神创造了我们之后，要不是他看的 OK 的话，他不会让他生出来。是每一个人身上有不同的目的而已，但不同的目的中间都是那个目的里面的节奏。我们知道吗？每一个人都是神眼中看为节奏的，因为是照着他的形象所造出来的。天生我材必有用，这是我们常常有听到的一句话。我有我的恩赐在我身上，神要用我在那个地方，是不是我们找错的地方？所以如何能够建立我们有一个健康的这个自我形象是非常的重要，但是我们常常会受到了影响。会受到了什么影响呢？应该会受到我们的环境的影响，使我们的自我形象呢，跟他起初神所创造的时候已经不一样了。神所起初所创造的亚当，他是如何呢？神既然要将伊甸园交给他去管理，你就知道神非常的信任他，表示说他是一个非常有自信的人，他是一个很聪明而且是很顺服神旨意的人才可以。只是可惜后来受到了环境的影响，受到了蛇的诱惑，受到了这其他的因素，让我们人的这种今生的骄傲就才能产生的，而产生这些情形。我们的人呢，不管你的自我形象是如何的时候呢，你永远没有办法超越自己心中所拥有的。你觉得你自己是一个不怎么样的人，你后来就不会成为一个杰出的人。你认为是一个不错的人，你就有可能成为一个不错的人。你要是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如人的话，你有可能就是成为一个不如人。人永远没有办法超越他自己心中所拥有的自我形象。一个人的自我形象是否健康呢？几乎就决定了一个人是否能够活出美好。自我形象低的人，并不代表他就不会成功，但是成功呢，有可能是这样，是一种运气，而不成功呢，反而是成为一种常态。甚至他自己常常是觉得是一个自我形象低的人，有时候成功了，他还觉得很讶异，这可能是我吗？怎么会这样成功呢？甚至有时候他还会故意让他不成功，因为合乎他自己的想法。错误的自我形象呢，常常会带出错误的行为模式，而导致的错误的生活，让人就失去了该得着却没有得着的丰盛生命。因为神要给我们一个丰盛的生命，但是我们却没有办法得着。所以告诉我们呢，自我形象非常的重要。你要过一个丰盛的生命，你一定要有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。但是要如何呢？如何能够去养成这个健康的自我形象呢？第一个，你必须要接纳神所创造的自我。我们要回到原点，神起初创造你绝不是有缺点的，它是一个杰作。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能够很好呢？原来是受到后来的这些等等的影响，所以我们应该回到原点的去。在路加福音第10章27节的后半段，这新的诫命里面告诉我们说，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，就是爱人如己，就是要先爱自己。你要是没有办法爱自己，你怎么能够爱别人呢？如何能够爱自己呢？我们要是不接纳自己，怎么能够爱自己呢？所以我们若不接纳或是爱自己，我们就没有办法能够去爱邻舍的。我们没有办法把自己所没有的东西能够要去给别人。其实自爱呢，是一种对我自我的完全的接纳，而自尊呢，是对我自我价值的信心。这两个定义非常的重要。你自己爱自己呢，是因为你完全对自己完全的接纳了，所以你才能爱自己。你要是觉得自己不好的话，你就没有办法自爱了。你觉得我是一个不如人的，你怎么会爱自己呢？你要完全接纳你自己之后，你才能够自爱。而自尊呢，是我对我自己的价值的一种信心。我乃是一个这样有价值的人。所以自爱呢，它并不是一个自私。我们反对自私，但是我们并不反对自爱。自爱呢，当一个人他完全接纳自己的时候呢，他能够肯定神所创造的自我的时候，他就不需要去赢过别人来肯定自己。所以这样的时候呢，他就不会去，他就能够过一个无私无我的这种生活。反之呢，刚好颠倒的时候呢，他要是不能接纳自己，他必须去赢过别人，常常是赢别人，把别人压下去之后，才显得自己非常的重要，才来肯定自己。这样的人才会变成是自私的。一个自爱的人，乃是完全的接纳自己，
的人，他就不需要去压低别人，他就不需要去赢过别人来肯定自己，所以他就不会是成为一个自私的人。一个不能自爱的人呢，他就极少可能去爱别人。一个不能自尊的人，他也极少能够去尊重别人。我们要养成有健康的自我心态，首先我们必须完全的接纳神按照智慧所造的我们，因为我们可以肯定自己的时候，我们才能够进而舍己，而且去爱别人。你对你自己到底有没有信心呢？你要接纳神所创造的你。神是有智慧的神，所以他创造了你之后呢，就有智慧在你里面。第二个呢，要如何养成健康的自我形象呢？乃是要奠基于上帝的话语，因为上帝的话语呢，奠基在上帝的话语，就用上帝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。上帝的话语呢，常常在提醒我们，他总是希望我们能够成功，他有能力，不只希望我们能够成功，他还有能力能够使我们成功，而且他也期待我们真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。所以这个要从我们神的眼光来看，都是正面的，没有负面的。我们常常会陷入一个负面的情形，原来是都用自己的眼光。所以第二个，我们要奠基在上帝的话语中间。但是有人会误会哦，他会认为说，神其实是叫我们常常失败才会去依靠他。这是一个误会，因为我们可以从很多的经节来看，在马可福音第9章23节说，耶稣对他说：“你若能信，在信的人凡事都能。”他要告诉我们是说，你能，你不是不能。腓立比书第4章第13节说：“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”他告诉我们都可以，都是希望我们成功的，只不过你要依靠，因为人是软弱的，所以你要依靠到正确的神，那个掌握人生命的神的时候，你才会走在正确的道路上。在旧约以赛亚书54章的第2节也告诉我们说，要扩张你帐幕之地，张大你居所的幔子，不要限制，要放长你的绳子，坚固你的橛子。他告诉我们说，你要扩张你的这种帐幕的地，让你的帐本原来是这么小，你把它弄大一点，然后绳子放长一点，钉子钉稳一点。神要你这样子，神告诉你说你是可以，所以你要奠基在神的话语中间。神常常会这样，因为神的话语中常常充满着很多的积极的应许跟他的思想在。我们原本呢是不够资格能够得到神这么美好的应许的，但是神他爱我们世界的人，所以就将他白白的赐给我们。所以奠基于上帝的话语呢，我们才有办法建立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，也才能够有丰盛的生命。这世界上大概没有一个是全部100%的正面的告诉你，有可能是基于私利给你一些某些的劝告而已。但是能够像神这样子的爱世人所讲出来的话语呢，只有圣经里面的话语能够这样告诉我们。所以我们要过有一个生命，我们要有一个丰盛的生命的时候，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的，要奠基于上帝的话语。因为上帝的话语常常都是给我们很积极的思想跟他的允许在的。第三个呢，我们要常常进入在健康的信仰群体里面。证据来显示说，一个孤立的人，他很容易能够早逝，或者是这样，或生病。因为他一个人在美国里面，他做一个统计出来，他说，一个人要是没有一个亲近的朋友，他跟别人没有一种很亲密的关系存在，不管是任何人还是怎样的时候，他看出来呢，他会比较早去世呢的机会多了3倍。然后他比较容易遭受到情绪伤害呢，是多出了4倍。他容易有这种沮丧啊、躁郁啦、忧郁呢，还多了比正常人多出了5倍。然后他会很容易就是有精神上的疾病，而且会住院呢，竟然多出了10倍。一个人要是没有一个团体，没有跟别人有亲密的关系，他都是很孤立的时候呢，他很容易他也丧失他很多的功能在。
所以我们要建立一个这健康的自我的形象。第三个是你要有一个群体跟你在一起，融入到一个健康的群体。这个健康的群体要如果是一个健康群体，有信仰的健康群体呢，才是一个你要去融入的一个群体里面。圣经中间也给我们这样子的教导，在希伯来书第10章第24节说：“又要彼此相顾，激发爱心，勉励行善。”这边都常常一直告诉我们要彼此，要互相，要这样子。在这些哥罗西书第3章第16节这样中，当用各样的智慧，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心里，用诗章、颂词、灵歌彼此教导，互相劝诫，心被恩感，歌颂神。这是话语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，我们必须要融入到一个很健康的信仰的群体中间，我们不应该孤立了自己。另外一个章节也这样讲，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第5章第11节，所以你们该彼此劝慰，互相建立，正如你们素常所行的。我们必须要常常要彼此要有一个要进入一个健康的群体中间，互相能够帮助。要是在一个正确的这种信仰的团体中间的时候，我们大家就可以互相来建造，彼此来影响，彼此来鼓励。圣经中间呢，甚至呢，他用一个比喻来告诉我们，他用身体的比喻提到说，我们在群体中间呢，我们有可能是眼睛，我们有可能是鼻子，我们可能是嘴巴，可能是手，各自都没有办法能够成立。但是在一个身体中间呢，它一定要发挥功能。它要是不发挥功能，这个身体就成为一个残障了。所以只有在群体中间呢，你才能够很好的发挥你的功能在。然后让这个整个的群体呢，成为一个非常健康的群体在。只有我们必须在圣经中间用身体来做比喻，提到我们在群体中间呢，才能够拥有完整的自我的功能。我们因为我们在群体中间能够发挥贡献，找到自我存在的这个价值跟意义。所以我不知道你们在每一个人在这个教会中间，你在这个信仰群体中间，你如何融入到这个里面呢？你有没有参加小组？你有没有学习跟人家来连结？你有没有彼此互相的支持？你有没有互相的支持以后，大家就一起蒙受这个福气？我相信在信仰在教会里面这个大团体中间，这个大群体信仰的群体中间，很重要就是一定跟人要有一个关系。我们常常举十字架来讲，耶稣在中间。上跟下的话是耶稣成为神跟人之间的连结，耶稣在中间用横的来看的，人跟人之间也是透过耶稣之后，我们就能够跟人来连结在一起。你要是只存在一边的话，你只不过是你个体而已，你甚至跟耶稣都没有什么连结。跟耶稣连结之后，你就会跟别人来连结在一起。当你要建立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的时候，你必须要怎样？奠基在上帝的话语，你要回复到寻找到当初起初接纳神所创造的你。更重要的是你要融入到一个健康的信仰群体里面。自己有可能有缺陷，自己有可能常常陷入一个被大环境所影响的，陷入一个不正确的，但是你在群体里面呢，它就能够帮助你。所以结论来看呢，我们要相信呢，神给我们的自我形象是最完美的，因为那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的自我。神的话也这样子告诉我们，哥罗西书3章第9节到第10节说：我们不要彼此说谎，因为你已经脱去旧人和旧人的行为，穿上新人。这新人在事实上是渐渐更新，正如照他主的形象。这个经节告诉我们是这样。我们原来都希望我们是怎样？是神创造我的是最完美的，但可惜我们受到了环境的影响，我们受到很多其他的影响，我们已经渐渐不是像原来起初创造的我。怎么办呢？神告诉我们：你依靠他，你就不再是旧人了，你乃是一个新的人了。而这个新人就是回到神当初起初所创造的你。意大利的艺术家。非常有名，米开朗基罗，他雕刻了一个大卫的雕像，那雕像非常的有名。你看，因为他做完之后，那是个大理石的，雕刻完的时候，每个人看到觉得哇，
这个讲到大卫，将他所有的这种他的那种自信，他的那种的都在一个大理石里面，竟然能够雕出来，很多人就赞赏了他。哇，你实在太厉害，竟然能够把大卫雕刻得这么好。米开朗基罗告诉他说怎样？我没有做什么，因为大卫原来就在这个大理石里面的，我只不过将不是属于他的把它剃掉而已。他将不是属于他的把它拿掉而已。你知道呢？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已经有神当初起初创造的我们目的的在，但是因为我们受到很多外面的影响，而开始有一些不属于神当初创造我们在我们身上的。你愿意开放吗？你愿意开放，让神将透过圣灵的帮助，将不属于的你慢慢的都拿掉吗？就像那一块大理石，不属于大卫的全部把它拿掉，后来大卫就出来了。你愿意让圣灵来帮助你，将不属于你的，将那些外面不好的影响的，当你拿掉吗？就让你能够恢复到神起初创造的你，你就有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，你就能够有一个丰盛的生命了。我们常常需要怎样？我们没有办法这样做到什么？就是常常需要有一个信仰的群体，能够来兼顾我们，来帮助我们。我们要有丰盛的生命的时候，我们就常常需要养成健康的自我形象。这时候，我们需要怎样？接纳神所创造的自我，奠基于上帝的话语，融入健康的信仰群体。我们盼望在2011年的时候呢，我们都能够养成健康的自我形象，有神所赏赐丰盛的生命。问题思考，让我们回去好好的思考这几个问题。你认为你自己有健康的自我形象吗？为什么？那你的自我形象是怎样的？是奠基在什么呢？第二，请你分享让你重新得力、更肯定自己的圣经经节。不要忘了，你要建立一个自我形象，健康自我形象要养成的话是怎样？要奠基上帝的话语，只有上帝的话语才是真理，才是一个健康、在永久不变的。有这个经节能够来帮助你嘛？第三，你要有健康的自我形象，你需要怎样子的调整呢？刚刚所讲的三个这个，你到底是缺乏了什么呢？你有没有是能够接纳上帝所创造你的你呢？同时，你能不能融入到是信仰的群体里面呢？或是奠基在上帝的话语呢？愿神祝福我们在2011年的时候，都能够有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。我们同心来祷告。慈悲的阿爸父神，我们感谢你在农历的过年的最后一个主日，我们仍然在你的面前来听你的话语。你要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心怎样的想，我们为人就是怎样。所以我们要从我们的心来开始，我们要从心里面来自我肯定自己的自我形象。我们要接纳神你所创造的自我，同时我们又要将我们奠基在上帝你的话语，因为只有你上帝的话语是真理，是带领我们前面要走的道路。同时我们要我们要融入到一个健康的信仰群体中间，继续得到的造就，继续得到的坚固，我们就能够养成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，我们所作所为就能够荣神益人。求主你来帮助我们，献上我们的感恩与祈求。这是我们同心用使徒信经来告白我们的信仰。我信上帝，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。我信我主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子，因圣灵感孕，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，在本丢玛利亚上受难，被钉十字架，受死，埋葬，降在阴间，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，升天，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，将来必从那里降临，审判活人死人。我信圣灵，我信圣而公之教会，我信圣徒相通，我信身体的复活，我信永生。阿们。